要开金票的。哎呀，结果不偏的。来，唱，冇偏来哦。哦，矮眼呢？哦。踮家家己的阿公的习惯 ，QQ 连查账迄几个真爱。而家狗齿清等一下呢？QQ 奶茶嘛该？QQ 奶茶。哦。QQ 奶茶，如果不是那个噗，这叫什么噗奶什么噗那个。什么？哎，翻译一下。甜纯饮。哎呦。平板族的得奖的线数。上礼拜有听到众多好听的歌曲，下礼拜还有韩卡头精彩又好看的表演等等大家哦，一下就夹来欣赏吧。上讲哦，老师有没有开金票的？哎呀，结果不偏袒。来，唱，冇偏爱啊。哦，矮眼呢？矮眼呢？矮眼的中国嘛，矮有眼的中国。哦，那边一种黄色的沾烟的黄色的，嘿啦。但是讲真的，矮57年的，56年的，俺盲色糖果参考中开金票的。系啊。真的呢，我大概看。有啦，是给高中现场有上是会示范一支。当时啦，佢用验尸的，当时会用葱的。哦，你学校的时间是糖果高中葱嘛？
好像有听过，好像，记得嘞。记得了，就若隐若现那样。啊，没错。这么给谁时还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他唱。哎，半梦的时节，半梦的时节，也很松口的时节，半梦半醒。不是，那一堂哈，俺魏老师哈，有资料还传文堂。哦，时代下拢堂的都晓，时代下都在 Q 一代啦，咩 Q 一代也冇算 Q 啦。哦，差不多吧，10多年前。也冇錢 Q，冇算10多年前有，係去休斯頓啊。哦，休斯頓。哦，去美國嘅時節啊。表演。休斯頓，因為我幾團嚟去。你冇啦，你就送一張。咩人？因為都臨時啦，嗬。臨時大家去做唱唱嘅都是鴨咩，是鴨了去做表演。哦。啊，其他就也有唱啦，唱嚟唱去嘢就突然就講，愛唱，咩個高中可以唱啦，就愛嚟唱下，乜搭車機啊，都係啊。超過愛看。大一全部是唱歌的，安尼，全部學習嘅，全部都練習。臨時愛臨時安尼唱啊。我唱跳出冇玩過嘅。佢冇嘅安尼，我冇要見大家唱不，仲可以來結束啊咩？當然拿麥克風嘢就迷上嘅啦。所以我就唱拍。我唔知啊，有事情就俾留下來。咩？安尼事情就過去了。嗰陣唔係2-3年前嘛，突然間佢傳啲東西俾我嚇嚇，嗌嚇嚇。哦，真係啊！跳跳起來。我問魏老師當定啊喊啲，佢傳啲東西俾我嗌嚇嚇。咁我先從了扎回。再獻一下，咁對啦。咩？大家仲上唔拉開嘅嘛？其實長期嚇，我喺團隊講所有嘅。細號嘅，跟唱強就咁嗌教嘅啦。係啲啊，係啊。因為講咧，我喺度唱歌有咧講前生是都按公用，故作今生就按工商，但是我4年就會唱啦。我5、6歲就灌唱片嘅啊。今日就同我講，一個山歌比賽，天嘅一個。52年苗栗的山歌比賽，咩苗栗嘅山歌比賽，捱咩比捱豬頭盤州嘅，哦，捱豬頭打鼓嘅，哦，哇，52年㗎，哇，跟我托阿公嘅福啦，因為做乜咯？嘅盤州嘅樂團，喺阿屋企阿公，你阿公數嘅，阿公帶領喺度咩？阿公阿爸啦。高雅師叔嘅度，一共63年。嘿，哇！52年㗎參加嘅班，我家苗栗山歌比賽，12歲，12號入去冇？應該冇吧？冇啦，嗰種是冇。哎，你覺得其他下嘅魏先生嘅樣片會清楚啦？嗰種是，喺52年都參加。哦，嗰種也講街下嘅事情，就唯一種係清楚啲啲，其他都講係都掂掂啊，冇講我幾年初嘅樣板比賽樣板，最主要嘅係喺牛肩上也係偏嘅。牛肩上，嗰個係有嗰種是阿丁伯啦，有來講啫。阿丁伯做嗰個鹽環醬油嘅個董事長。有冇？鹽丸，係鹽丸，係。哦，佢真有名啊！佢董事長，佢條，佢頭有錢好生啊！特別細細個主控用，一天都用鹽丸。哦。嗰條人組織起來。兩邊總批討論起來，佢同語文互相交換意思，鞏固起來。哇！這個關於有限的時間，按照好好的聊一下，聊下歷史，我了解一下佢改變嘛，它的改變啊。關於按呢啦，關於比如講按要做一個嘅熒幕片。
荧光飞做得来讲啊测先生，做得啊，你做带咧，先生都吃叫来冲一下，我可以kiểm口，你做帶學生嘅來。矮點嘅。係啊，你矮點嘅旁好嘅，半點鐘嘅時間就講嘅嚇。請魏老師用啥做的？魏老師係用啥講下啦，好冇？對啊，講下做嘛，佢開始期盼，啊，做嘛會停停，啊，我都仲咩停停啦？其實2年。按聊天來講，聊天來講。我哋節目見每日先唔拉重啊。係啊。然後上嘅還蠻廣東話咧。我要見。今天跟校長一起，那真的是很大的榮幸。董太榮幸呢，真的。赤手談兵。我赤手談兵，按你安排好誒。係啊，係啊。學生嘅做得啦，係做得嘛？而家新聞做得。我下本來講，向住創兩支健師本堂啊。來，健師。係學生嘅來創，做得健師做得嘛？健師好嘅，當然。冇人見咩？你創嘅。哇！我而家咪叫我阿嫲生嘅。好啦，嗰陣時結個嘢做得，做得安排特別創。好，安尼講嘢。冇就強下來好咧，音樂會嘅時間，鬧年音樂會嘅時間，好話教啊。幾時音樂會嘅輕重嘅？係啊，係我講故事還會衝勁劇，要拍假戲。啊，所以嚟到4聲5分鐘1點鐘啊。哦，係。哇！真係太好，太好。原本一優秀。對啊。而家鬧年子神加油哈！鬧獅子神。哦，鬧獅子神。好了，謝謝兩位，謝謝。好了，對。還有係廖強又帶來3個字。好的，彈開啦。
今日做到按假，有没有看到？还没，怎么比我还瘦了？我本来就比你瘦啊。怎样？发生嘛事情？你不开心哈？哎呀，非常不开心。哎，莫哟，你们有没有请讲啊？你要教我啊！好啊，没问题啊。我要比你更瘦才行。走嘛，聊一比嘛，我比你变红啦。病爱呀。啊，病啊，爱你按多。哦，拥有的较有福气啊，哎呀，对嘛，幸福肥，幸福肥，对，他是善良漂亮，有肉你才好照顾人家，对吗？对呀，对呀，你才有力气，对吗？张有力，天使心嘛，很伟大呢，真的，他都一直在做长照呢，都照顾一些不会动的一些老人家，照顾重逼给对嘛，真的哈。你看罗哥都一直记得，总有一天会用到。真的好，总有一天你可以来哈，对不对？希望不要那么早。不是，来表演。好，来表演啊！对，我俩在录音家看。哎，做的啦，1号啊。好，录音家信号。嘿啊，哎，强友自己家去参加比赛哈。有啊。有按券呐。哦。对，就要主动而已。我创海差不多参加有10年有。主动演嘛。嘿。对呀。10年哦。10年。当年就去参加。前面从90几年的时候啦。对。也好不是冇去参加。比较少。也讲证明今年做唔得比。嘿呀，抢手越来越多啊，生意1年不如1年呐。哦。对。你几个月底就出来啊？对。服老了是不是？声音。我会变的啊。哦，唱歌方言就好了嘛。哎呀，又做东演按 Q。对啊，按 Q 那米比哈，做的。但是佢特别同佢撞水重新噻。係啊，係啊，兩位上都一上強嘅，咩家強啊比賽嘅。係啊，係嘛？他比我大。哦，他比你大。哎，你也蠻計較的呢。一點點都要高呢，係哦。人家兩位對強啊，真係動一生氣啊，動答哦，係啊，動對答啊。那兩個差不多見面，就是認識。2、3個月，我們就去參加天專日的比賽。哦，我以為你們認識2、3個月就在一起了。佢做唔大，個面床會砸壞。買下開檔嘅就好了，買下開檔是好嘞。買下用嘅是吧？哦，啊，你倆今夜公演點做嘛？客家人啊，是拜拜啊。哦，窮用哦，大家全部差不多。出去拜拜啊，然後從年除夕開始拜到年初2啊。哦。按年初3。不是在拜拜，就是在拜拜的路上。走啊，年初就是拜那個王爺廟啦，還有財神廟。拜拜哦。對，都會去那個大廟走一走啊，過氣。祈福啊。對。公演chung差不多就會做了點事情，係嘛。然後年初4的時候就會去老師家拜年呐，拜王爺啊，給唔曉是酒啊，又唔曉打麻將。嘿，我飲舞子，人家已經收起來的那個大芋頭嘛，上面不是有那個寫舞子啊？芋頭？對，芋頭。飲舞呀？飲舞呀，那其他的我都不會啊。哦，飲舞嘅嘛？是啦，濕誒，然後就針頭雲頭腰，哈。哦。係。而家公園睇又當無聊。啊，過年塞車啊，你哪人全部吃差，你出去毛毛好啊。所以你現在會不會覺得過年多無聊？很無聊一個長假，真的過得很辛苦。尤其年紀越大，越覺得無聊。問公園你做嘛？差唔多。就在家，沒有啦，我不打牌的。哦。沒有，很少。沒冇，看電視啊有。打電視。台天師面前臭人沒有，冇都冇，我就多的放的那個，哎呦，東珠鐵人吃飯，啊水煮啊有，哎呦，安不壓來吃飯。過年是最好的睡覺天。吃飽又睡冇。對啊。喊到無聊。好啦，希望強友子哦，希望大家，希望這麼善良、這麼有心的，有人會衝嘅，希望哈。女人哈，真的。謝謝。歡迎這家人。謝謝，社會需要你，好不好？安子謝謝。安子，好來殺下來。殺落去自法，帶落太普挑。哦，太普挑哦。山那高。
有尖叫声哦！哎呦，哎呦，第一百冲嘞，哇，就是连评审欣赏，你看，哎呦，俩都欣赏全部同步数哎。高中加欠不能上水体嘞，压时间啊，注意下制作单位。你一开3球，哎呦，木足8块，木足8块了。这开始同甲表讲，哎，做对咯。哎呦，一做对咯。谢谢。是啊。哎呀，哎，老师啊，第一百冲啊3个呢。哎呦，像啊欣赏比咋赞呢？一共赞呢。第一摆传统的啦，传统的，哦，俩小跳的歌诶。佢一开始来参加比赛时，佢用是夹个嗓音哦，谱都较高频，较高频。哎，他现在有低频了，对不对？很俩有大音的。有啊。刚枪的有老师，有时候去欣赏有同指头呀，有同来指头。哦，他有帮你看有时代喊的，有同来高啊，有人冲。高音有蛮冲大音。刚枪有老师。也冲一个唔乜弹枪一个挑一个。对啊，挑还会糖一了以后哇，整个就很厚实啊，东后糖，改歌都改大就。嘿啊，全部都这个太实级的。嘿，都是太实级。所以你也冲退以后，所有的安尼太实全部都撞上。对啊，谢谢。对。哎，冇简单呢。感谢多来指头啦吼。对，来，我们顺便讲评一下，好不好？冇错啊，欣赏来公平啊。对。你因为冲凉太不挑做的嘛？你个替拜堂也冲过啊？哦，哎嘿，有样。替拜。你啊，那太不挑有高大入动。啥当多音乐英语，音乐懂法，音乐懂法，所以個以前人哋後生嘅時，唱人哋年紀就會唱呢一首歌曲，而家就冇法度咧啦。按將佢流行嘅轉，人哋啦傳統嘅不容易。按講緊山歌唔就一練啦，因為人哋後生人先至會唱長途三體調，冇咁麼捱到老人家都去唱啊。三體調唔會唱嘛？一練。平板，哎，落山歌练习了，山歌字平板，哎，我个三台跳，给他表情就会被人问号，加还是有跳啦，哎，还是有跳啦，是啊，给小跳诶，三台跳诶，平板山歌字落山歌，哎，你高中为了唔讲啊，就对唱高中人家真的不给看咸咸水的，讲书。哎，都会欣赏的，没水的，伊唱了以后，但是也有分别啦。伊家唱的方式吼，还是用多少，还是用佢流行歌的方式来关于讲诠释啦，哈，伊来唱下歌，但是因为年来也
也在人家就讲个太普条也只东西诶，佢做得用安尼方式来表达的。比如说按糖起来，係做得一顺的东西。也要分哦吼，安尼不能自家嘅三個，也係菜茶。所以人講嘅，也較講嘅三大條，其實我哋冇人講，我哋講三個強老菜茶強。也係屬於人自家，一見到用試驗嘅強頭來創嘅，吼。三個強。也很多唱腔，哦，也冇咁樣。而那一個東西要創來好些，那啲嘅唱強嘅方式，其實家下唱嘅杜馬跳，有咩係用唱腔嘅方式，也係屬於強調嘅東西。其實所以而家數碼唱，太普跳也唔是用唱腔，反正用國謠，國謠佢做得用流行的方式，也用藝術歌曲的方式，那這不一樣哦。比如說佢家唱也太普調，也係一款的處理，處理得當好。我們大家都認同啦。哇，真的真的真的。哎呦，哇，謝謝。初次跨領域成功哦。真的，還有。其實哦，講到三國哦，還沒想到伊啲四姑娘呢。哎呦，乜嘅四姑娘？四姑娘。四姑娘啊。哎呀，四姑娘。客家的四姑娘。客家四姑娘。三國唔衝唔記得，三路唔行唔上色，17、18唔打扮。落來打扮看唔得，要慢一下不呢？唔咩，我睇電視通看到嘅。拄好老師講到三個要兩隻詩，司機拍呀，就司機拍。我下一擺就用兩司機來衝，好唔好？哎呦，用兩司機來比賽。唔做嚟學你會較真勁嘅喎。我執拍字咧，學你以為冇嘅。看電視，對啊，同強用嘛。你看電視學嘅呀？對啊，係個大爽啦。記得啦，以後咧啊，係冇。厲害厲害。啊，不能如何？17、18唔打扮，落來打扮都看唔得啦。係啊，聽我打扮啦，可能。所以你看，啊，你企喺身上，從16歲就開始打扮，你啊，家講嘅就會講嚟啦。所以你要很看得啦。兩岸上一講，老師請講。小公主哦，係冇。小公主用誒。第兩篇講法要聽聲音啊，咁講。厲害。哦，什麼？繼續加油！好，繼續加油！謝謝。受到眾人的讚賞啊！對啊，冇簡單哦。恭喜哈 ！OK， 好了，請登上為民歌。哎呦，咩好。冇，平常時行嘅片，有冇錯嘅片語嚟？哦 ，OK， 哎呦，殺下來，殺來又幾好咧哦！車騎過先生帶來落山歌。好嘞，彈開啦。打麻將是嘿，打电话，好了，參加田團宴。然後又說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一句魏老師的那首歌。魏先生，我稱它為叫做客家山歌沙龍。同學呢就這樣做成一圈，一個一個上去唱給老師跟。哦，我覺得天哪，非常的美。這樣叫美？很美呀，因為那個是到一感通吧，聲音很有生命力。不覺得很像監獄那種？OK。杀天川呐，颠奔了地裂啦，同心肝呐。
田，通天地呐。 百香了，感恩呐，好人传呐。 新年歌台，了天传呐，各地了。 法通啊，老烦烦呐。三个菜场，拿来冲啊！风调了，一顺啊！ 月有安呐，哇哦，皮革欣赏，皮革欣赏，开始。 哎，你这胸是胸，腰是腰，哎。哎呦，真的，哎，你有腰哎。回春了呢，哎，皮革欣赏。你特别肚子较太亮了。哎，差不多700公斤。哎，你听，这么哎，去年退休以后，做你讲逐日行路甲运动。哎呦，打野球。 野退休誒，打野球，野球田，棒球，打棒球，哦，你後生影響大？誒冇，我就有一個樂齡隊，哦，65歲以上，去年就開始比賽咧，誒，就平均65歲以上到最參加。一吹按用哦。誒對，但是呢，做得講咁技術做得，但是做唔得打擊。 啊，愛數愛牙，哦，跟你彈音嘛嘅，係彈音跳數，啊，跳數，跟人嘅跳數有同講喎，差唔多就100遍咧，你，我哋100遍同厲害咧，100遍咧，同厲害，當人講係狀況清和時間就差唔多100遍。哦，啊有人打得到嗎？有人打得到嘢？哦，佢這幫退下來嗬，職業棒球隊嘅，好比大咩好不人嘅。哦，你65歲拿壘球一當做棒球啊？係就係拿軟式嘅棒球，哦，軟式嘅棒球，但是佢並唔係嗰種塑膠製嘅，係你用皮嘅做嘅，但是磨槍誒一個硬式嘅。硬式的棒球硬，打到出生球會動痛啊！你做投訴，迄得到人看唔用啊！誒，佢較長啦，較長，得到要咩？人家中央播送，得到人要咩播送？今年我得波球不贏打，對。欣賞公園應該咪一模限吧？講到公園啊，因為以前要上班，所以啊，做你講到公園啊，佢真係啦。愛做嘅養布馬嘅道具啊，做人講做雞啦，做豬嘅物嘅就做，甚至上手就做。所以人講
忙过年就开始做的啦。一天要做到嘛了，要做到正月半边的。有时要做好来，正月半前要做好来，因为15、16、17，就爱条苗栗阳帮梁阳布嘛。对，所以讲过年讲了吼，困难啦。又會花過年期間啦，有各班的學生來，有幾10班的，一班來一班係落去就3年就過天。對，有嚟同拜年㗎，就過嚟拜年。拜年我包紅包冇冇？哦要啊，要哦，但是咧要新年係沒有包紅包。結包輪咧加200條包本件。而家我哋行見，如果做嘅就補馬陣做到正月班左右。個建議嚟，叫依個田菜葉。要田菜葉咧，田菜葉愛鹹嘅要3月，要愛3月鹹嘅，所以佢現講嘅過年大家當好了，係去當跳，你同呢個當菜啊，真係當菜咧。要田菜葉比賽要做50，那做一叫嘅50咧吧？我民國78年嗰樣時，我嘅先生福陽師莊福陽先生，佢喺我一大拜古嘅以後。佢做你講當然就係唔因為樣辦咧，以前喺條田菜葉，一個機器咧，就愛鹹嘅嘢嗬，佢條毛馬去挑嘅呢哦，佢拄好嘢挑，佢就可能就拿到冠軍。可能命都挑人咧，冇拄好嘢挑，唔及佢創咩無效。加毛馬係挑嘅，有就幫佢聊，應該係落三個字，也平白，有就按到嘛真飯乾愛用呢啲。所以難怪係看頭擺嘅人，就冇創過咗雕當過啊。對，呢啲冇辦法吧，因為喺冇雕過嘅話，喺創擺大把土然要協協嘅。冇糖啊。尤其喺細條嘅時嘅親身知，因為以前我就70、80年㗎嚇，80年邊嘅㗎嚇，我去打鼓嘅，我嘅細條。料豆係用米嚟剁，料豆用傻辣多咧，個料豆用8班頭，8班頭喺以前咧唔啲，全部細條用8班頭，8班頭先來，喺班人同佢講唔是用到8班頭，將頭髮佢4個用米嚟剁，就將家嘅乜嘅太布條用傻辣多咧，同佢講以後叫愛用對哦，就唔是講特殊就用8班頭以後叫做當鹽。嘛cái xây數件啦，買酒果啦，全部8班頭。時間唔是拖很多。就時間拖，前奏把它縮短。對。好。按你上時間啦，我阿多人比賽哇，跟8班頭8小節這樣子一直拉下去。跟真係時間我拖到。個最主要就以前咧，我時較好做，點辦咧？佢唔是乜個邊條嘅，邊咧嘢就。嗰數我彈硬樂時嘅，硬樂時先睇。到後面簽嘅唔係啊，因來依然導演搞落去。叫我坐馬跳，叫我坐馬跳。廖導演邊跳就哪係冇咧。你做啲邊跳？有12跳我全部會變。胸肌嘅，12跳。但是我跳隻波啦，有看到冇？到時人都做把位冇用㗎，把位我冇用㗎。人家跳一胎啦，有看到？有看到啊。哎呦，你神奇嘅哦，所以也都變得大家都較方便，大家。對，也最主要係你愛記得會默個跳。講到佢機械真人似呢，跟我都會記家下，因為前面係有莊福陽先生、陳萬全先生，後邊就我就接起來。跟創馬了，記得有按到按到乜嘅？擂台組嘅，超級組，創4種跳，3台跳、老少跳，中間建州無田咧，跟一行外踢落去，我企唔出劍嘅。佢跳咩啊？佢衝過一年。冇，我當我一唔出，係知道演無對，夾就往變進來，一下會見咗。我跳唔對，人哋會見咗。因為有時都見到倒落去演會。我外踢，我失神踢。冇嘅高數就知道，唔係我衝唔衝嘅，佢係唔衝。唔係，佢要嚟唔出跳，我哋會填踢啦。一般嚟講，就話30劍
220的冇錯㗎，所以個來個就錯嚟。面啊，個高速有長子沒有錯唔錯？哎呀，那面啊，係咯，都一唔錯就唔錯嚟啫。冇啦，做唔嚟，哎，我去導演咧，我去導演，哇，有沒有你天傳一個胎死啊？什麼體格競賽？就多謝，係啊，什麼來了天傳一個東西，可以再來了，再來講一下天傳一個發生嘅事情。聽我哋歡迎哦，千米比李小儀帶來後堂嘅歌曲。好嚟，看看啦哦。冇要緊，愛做的日記，全記得。一開始從山溝流，從哪來呀？老練啊，後來再從少年來拖那山，愛用我心啊，最後又從扎查愛查兩三片啊，大家都為本愛裝上，愛就一分嘅裝上。當紅，自由自在，盡情用數，下了舞台愛，很黑愛。我喜歡這樣唱歌，我喜歡這樣的showtime，我喜歡我的生活。生氣，看到你我唱愛來唱歌，歌詞動到唔高唔要緊，愛做啲日記，日記落去前日的。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愛唱到客家歌 ，I love 客家song，老山歌、山歌子，還有平板太到來，一開始從山歌唱到鬧連連，後來又從少年讀書愛用心，最後又從扎查愛查兩三片，大家都愛本愛裝上。愛像一分嘅裝上，舞台當紅，自由自在，盡情用數，下了舞台愛，很黑愛。我喜歡這樣唱歌，唱歌，唱歌，我喜歡這樣的showtime，我喜歡我的生活。意見的嘛，係啊，唱都唱人一個都用。真的是，你每一次把人家的歌都唱成你自己的味道，很厲害呢，他的味道很漂亮，非常漂亮。是不是你唱的？哦，唱成我自己。我唱那可以做咪事啦，唱通用嘅方言。唱。我唔唱咩厲害呢？對呀，好聽呢，這首歌。謝謝。東漢港一個三台調。你乾脆把它拿來
cover 好了。来 cover。对啊，唱一把，搞不好比他还红了，是不是？不会，已经青红嘞，好不好？给他发通青红青豆嘞。我知道，你把它 cover 一下。好，这首歌蛮适合你的。好。真的是好听，一周的咯，比赛的歌又少一些了，对，好听，什么？哎，你们有一参加天窗一比赛，我想今天今天进来，找我来干嘛？对不对？看到两条欣赏，哎，你真的了解啊？你这字法很南部推表，一边油腔起来，但是你他们当时叫我来推的，那时候怡君跟我联系的时候，我说我只会一首，因为我只参加过天餐日一次。你还去参加天餐日？白又讲讲打麻将是，没打电话。参加天团夜，然后呢，他就是我妈就说风就是雨，她马上就传歌词给我说，我告诉你有这个选择，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哦，快点冲那一条。他就请林杰雄老师马上去找了歌词来给我。然后呢，然后那个杰雄老师已经录了那个示范的带子，不学无术的对国文老师。对，你听会共 sell 口味欣赏。对。说风又是雨的芬妮姐呢，又马上请了琼玉。再录了一版，对，没有，对，然后让我可以 cover，对，他说很多选择，你可以自己挑一个，然后又说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你会去魏老师那边上课。微欣赏，你应该变爽科。所以呢，我那天就是因为老师赶鸭子上架，上架，我就这样被逼着。你只是打个麻将接了一通你妈的电话，然后一路进行到魏老师。对。然后呢，但是魏老师那边上课非常好玩哦。哎呦，我称它为叫做客家山歌沙龙。用办公？为什么呢？他那里可以洗头，还可以什么按摩？他们是 salon， 那种 salon， 客厅艺术沙龙那种那种。然后因为在魏老师家的客厅，然后我刚好进去，就看到魏老师跟师母2个人像把贡把婆一样做成超可以。唐松龙啊，唐哈3支香拿来点一下。然后呢，矜持同学呢就这样做成一圈，一个么字形，一个一个上去唱给老师跟师母听。真的哦，然后老师就会现场给你讲评，给你笔记这样。然后我觉得天哪，就是非常的美，因为你看到各式各样的阿公阿婆们就上去，然后开始唱山歌，然后唱完之后，老师就马上说美，用一首，就是马上这样叫美啊，很美啊，因为那个吃到一感通吧，声音很有生命力，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在唱，不觉得很像监狱那一种？你很不浪漫，不浪漫，我们沙龙，我们是山歌沙龙，沙龙，对。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好玩哦，我就很期待每周会去魏老师那边上课。然后呢，时间又这样子到终于到天川日那一天，要比赛了，对，要比赛了，比赛。我一个不小心，神经英国亲后啊，没有，有大师教你，又琼玉录歌给你听，又领 K 永欣赏，哎呀，卫生琼欣赏。我那天呢，一个不小心进了决赛，然后进了决赛之后呢，你知道天川日决赛是几点吗？几点？早上9点之前要报到，大概8点多你就要报到，然后9点钟你就来唱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请问你可以吗？不行，9点钟。我基本上那个12点以前4点以前的活动我都不接。6点哦，6点开始冲哦，开始冲。然后呢，你就站在上面，然后那寒流，你就看到一尊一尊的评审老师们已经这样子变成像冻得像冰雕一样坐在那边了。然后其实你早上6点钟起来发声，然后你就当天你知道空气这样湿冷冷的，还带点水汽，然后让开始牵拖了，像是早上6点一样。然后呢，没有，你就然后就看到一个阿公阿婆们这样子坐在台下这样看着你。好，然后我想说没关系，我们就来表演就好了，不带任何期望，没有拿到第一次参加，哎呀，拿得什么奖没有关系啦。然后我就在唱之后，我突然听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弦音，那个丝弦的矮弦的这样，我就仿佛我觉得自己好像沉浸飘在云雾之间啊，在山林间这样。然后我唱太爽了，就偷拍了。哦，你的马桶太歪了吧？对啊，太歪了。里面糖都给咸的太后糖，很崩死嘞，嘿嘛。没有，就是你就冲白的嘞。对，所以那个咸的是谢其国老师吗？没错。别乖啦，太好嘞，别乖啦。欣赏。然后呢，我是那天晚一下来，我就跟他说：“老师，都你害的，都你害的，你拉的太好听了。”哦，真的，因为当他真的是好美哦，好美哦，哎。所以那天是拖拍还是忘词？拖拍啊，对，就是跟就是他讲那么久，讲了快
对，5分钟，哎，对啊，10分钟在讲他就在牵拖你们各种尿不准怪马桶外的事情，然后就是又甜死火，又太重，对，甜的又挨都太厚。没有，重点是我想那个情境很美这样，但是就是他前那太好了。反正就是总结就是你没得奖，我没得奖啊，没关系啦，那不是公乱多啊，你可以俩丢欣赏全部在现场啊。好来，血池一下，血池一下，来，冲给你比所有歌词，3个字哎呀，哎呀，2句，2句，什么 key？ 什么 key？ 什么 key？ 没关系啦，你先冲。几十了春啊秋啊，彩银了天啊，木匠明了你呀，亮彩了仙啊。哎呀，你说对了。真的吗？邱亚琴讲。真的吗？老师傻眼了嘛哈！老师傻眼。杨强，啊？做对吗？唱到前后声音有动摇。声音动摇哦。郭先生讲，那有爱的影子啊，以前上2度角啊。迄边刚才可以都有样子，以后我讲，哎。李老師，佢喊唱嘢跳那麼？兩仔，你主要先生，你跳那麼？大部分的人夾上去啊！未，阿峰哥，大家要聽佢講啊！佢話嘛，彈下現在彈到外踢，佢就真係學到外踢，不過唔記得去專業。哦，所以你對佢跟你有印象冇？啊有，啊就像佢唱做嘛會妥多咯。佢要下台嘅時間要同先生講啊！係啊，我見你跳我啊！哪有買嘢關係咧？真是乖懂乖喜，根本讓你血池呀！對，謝謝大家讓我血池的機會，謝謝周代文。那下一次如果天川日在比賽，哪會去嘛？哎，周代一比哈，我現在蠻推薦所有音樂劇演員去的。對啊，你剛唱的真的是可以啊。一周的啦，對啊，跟嗓音同唱流行歌的嗓音冇共用。對，真的反正現在有一沙龍好歌冇共用哦。對啊，因為沙龍教的。反正八公八婆拜一下有茶。之前反正就會林杰雄老師會幫你寫詞，然後他會幫你錄音，然後再去魏老師那邊，八公八婆要演唱一下，好不好？好，謝謝。好，下次再去比，一參加一下，一起來啊，大家，謝謝。先唔用，我先不用。哦，是蒙小雨啊，子噻。哎呦，今日真的非常歡喜啊！這人他個唱啊的歌啊呢，啊的天傳熱的哈，還有唱到安都台詞安會唱啊的都演唱的。真的，還有2年年後歌，還有2年啊，田傳熱，田傳熱歌就唔係過年的，係啊，他講演歌都田傳熱嘛，他個做認真大兵咧，冇錯，2025年3年，希望他個做當好嘅1年啊，平平安安啊，平安健康親和，多謝大家哈。添加咖啡的阿公的習慣 ，QQ 能查賬係幾個真愛。而家歌詞清的很像，QQ 能查嘛？QQ 奶茶，QQ 奶茶咯，不是那個噗什麼噗奶什麼哎什麼？哎翻譯一下。不是有一個那個不是有就哎我要一杯那個噗 QQ 那噗那什麼奶茶呀？哎，老年音樂會，哇，今日不得了呢！哎呦，俺的節目來到一位金曲歌后啊！嘿，哎呀，真的這樣，新嘅一個金曲歌后哦，後繼有人，後繼好多人，真的非常優秀的一個真的音樂創作人。我認識佢已久咧，從2001年我就認識佢咧。哦，安尼啊，你真的認識懂多呢，客家嘅新秀啊！親男友唱呢，真的啊，V 都唱佢了，你知道我是30顧茅廬哎，哪有那麼臭屁啊？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經紀公司的關係，沒有靠你。我啦，公司啦，公司啦，各位晚上，我今天真的，總算邀請到了，有耳福，真的，有耳福，冇錯。係啊，那先來談起好嘅唱歌，等下就訪問佢嚟啊，來分享一位姚咪。記得條牌嘅事情，估上嚟希望夾嘅來啊！
莫嘅都唔記得，係唔係快較快樂？今晚記唔記得頭擺嘅事情？故送係希望嘅嘅模樣，莫嘅都唔記得，係唔係快較快樂？頭擺嘅事情，故送係希望嘅嘅欣賞，莫嘅都唔記得，係唔係快較快樂？強係個萬山在野菜嘅世界，誰冇聽愛講嘅主？甜嘅咖啡係阿公嘅習慣，久久能擦zan係佢嘅真愛。有你記得住，有你夢睇，唔得睇就從得。前進生命都公平，今晚記唔記得頭擺嘅事情？冇有記，我記得，我記得。那应该啊，提了，这里有一个白点点，有吗？提了就好。有。对啊，你现在贵为金曲歌后了，你站在舞台上，对不对？可以啊，也可以。你看怎样舒服，你要跪着也可以。陪你跪。我们可以盘坐，用它了。哎，太荣幸了，反正有你啊，哦，哎，佢邊度捱來呢？開始搞咁槍呢，製作單位咁槍啊！真嘅是青島金娜姐嘅飯。哎呀，唱嘅是幾道傳飯，幾張來呢？真的呀？真的。哎呦，那你也太隨便了吧？沒人用好嗎？真的，你花那麼多時間這樣子，精神去好吃嘅飯，我沒有隨便。因為我是他粉絲，好吃嘅，來給他粉絲。你是他的粉絲？我是他粉絲啊！哦，真的啊！來吃菜吧，你要去哪？站這個白點點，永遠不要記得，不要忘記啊！一直不要離開這個點。你講你係我嘅粉絲，我就覺得折壽。那是你係我嘅粉絲啊！我真係真係互相欣賞。係啊，唔過先來介紹人家種新嘅轉型。因為上次你得到金曲獎的時候啊，對，他就跟我講，他一直想邀請你來節目當中，衝過本他個堂，但是他就要費盡很多心思啊。對啊，而且我用板油腔，偷拐搶騙，我各種招數都用上，你知道嗎？對啊，然後我還被製作單位各種情勒，哎，他們情勒我再去勒他。對，錯。情勒還是有用哈。有啊，他還是賣我個面子，係嘛？睇住阿張多嘅糖豆給清醒嘅轉型，真妹啊，真妹係乜人？我嘅阿婆。阿婆，條下幾條狗會覺得下本嘅嘛，錯冇？真妹來思啊戀。
大把那脸啊，哎，你创了种传统的歌词会记较清楚的。打扮啊又真美，打扮啊又真美，打扮真美，真美对新年来，哟哟的哟。你干嘛？啊，用真美又哪会一条传统歌的主题曲的嘛？真嘅哦，做得啦。你婆會看嘛？啊，佢跳擺會看咯。跳擺。跳歌會看，跳擺會看哦。哎呀，很彩，剛記唔記得係喺萬寧嚟，記嘛記唔得你喺萬寧嚟，他本來是你的粉絲，94歲哦，因為佢記得下阿婆。係跳歌係會變鬧個本期看，我溜起來本期看就出來啊。哦，哎，真的那個後段人家節目中20年的，係冇？哎，批判青島弄人家，是採訪啊。我一種喺時節嘅青島弄人家都會滿愛啊，係冇？大鵬哥哥，冇，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係冇？福氣啊，誒，安度誒咩都喺客家度服務咩？係啊，你幾時去下轉接？真冇跳下幾條歌嘅就會下本阿婆嘅歌嘅，係冇？誒，其他歌詞清定一下呢？係啊，本記自家講，你的歌詞。寫得很可愛。今晚記唔記得？哦，你講我 QQ 奶茶嘅事情。哦，QQ 奶茶嘛該。QQ 奶茶。哦。QQ 奶茶攞個菜。不是那個噗，叫什麼噗奶什麼噗茶那個。哎什麼？哎，翻譯一下。不是有一個那個多多跟那個啊？他們不是有就哎，我要一杯那個噗 QQ 那噗那什麼什麼奶茶。有這麼複雜嗎？有啊，就是很複雜，聽不懂啊。幹嘛咁複雜？阿婆也是這樣子。你的 QQ 奶茶係嘛該？冇係珍珠奶茶嘅意思。珍珠奶茶這個單字，對。哦，你自家很記 QQ 奶茶。係，因為條哥我嘅阿公咧，最愛喝的就是3合1嘅咖啡。咖啡。然後每天下午他一定要喝一杯。阿公喜歡喝一杯。對，蠻時髦的。對，但因為他就很甜，最甜那種。哦。老人家青島是甜。好是甜。哎，還沒看過也多水。你在講你的味覺比較喪失了，抹拉甜是不是？也有可能。哦。他先走了，所以在阿公走之後，因為每天下午時間到了，他也會喝一杯咖啡，咖啡，所以我覺得那是他想他。所以因為這樣，我們家的人都以為因為佢請我食咖啡，就愛丁佢請我食個係 QQ 奶茶。你有冇講？我新年嘅時間，我去放學會轉來，我就會買2杯，我會寫買1杯本記，我冇買嘅時間，佢就會問講，根本你有冇買嘅 QQ 嘅轉來？哦 ，QQ 嘅轉來，古手章玩到 QQ 奶茶。對，他被我害得手搖上癮，這樣。哇，真的，手搖讓全糖少冰。所以那個珍珠吃起來是 QQ 的，所以它叫 QQ 奶茶。它要大顆的。你有冇帶個 QQ 嘅轉來？冇。後來他自己愛喝到要去買。啊，你知道老人家講嘅中文冇章嘛？從來講合法冇章來用啊，佢出去那個飲料店就說，我要一杯珍珠奶茶。給安迪，給真是個名誒！我要一杯珍珠奶茶。講3次店人都聽不懂。佢就講，這要消音嘛？佢就講他會幫你逼，這個會影響你的形象嗎？不會哈，經紀人沒有比差，沒關係，我可以幫你講。他唔是冇買嘞，這樣子。哦，難怪他現在最近在發起，就是那個國體嘅 QQ 奶茶，係冇？對的那種評比嘛。QQ 奶茶對決。對決啊！佢國體就會買嘅珍珠奶茶對決啊。所以你有把它拍出來就對。有，因為我在巡迴，所以都每個地方啊嘅聽眾就會買，他吃到。幾片千里開嘅，東強嘅珍奶，來本來是款的。那現你目前這樣吃到全台灣這樣子最好喝的是哪一個？目前寶座在宜蘭的，哎呦，沒有業配，璞色。哦，璞色奶茶，璞色奶茶。你喝到是最屌的，強。強哦，尤其迄做的璞色，等他時代下留一下資料，係冇？可以念迄體種專輯咯。哎呦，其實體種母語專輯，不過在倆以前
我听我讲到因斯基的时间，迄才2015年嘛。哎，对，他刚私底下有同来讲的。叫我参加一个音乐季啊。我一般吼，我参加完音乐季，我被我严肃了，我就会吃假酒嘞。去排餐我会后背，我留下来，我留下来听完全场哎。真的。亲男，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是他粉丝。车已经走了，然后没车。没，黑，哎，干黑，应该没吧？只能等下一班的空档。哎，这种事就因斯基嘞。啊，后来有一摆去参加嘅比赛的时间。有提大嘴湖吗？有，我一定是会去蹭人家的人啊。我就是听完我就直接去后台，我好喜欢你哦。就英雄相惜，就是。他社恐吗？他 I 型人是吗？他社恐，也就谢谢，然后就投他用就这样安子谁啊？只是哪来的阿姨这样？大妈。啊，后来又去演冲赢我台中的时间，然后又谈到俩青树师给上映，然后就想两片柔米嘛，不过给龙时期他比较有柔米，他那时候好像用回本名嘛，陈因为比赛。要求规定，所以你那时候是出华语专辑还是客语的？我第一张是中文。中文的。对。方言转型。方言转型。那后来为什么要转变做？没有转变，我做第一種嘅時節，就有寫客語嘅歌誒。哦，佢轉型都講做客語嘅歌就。應該就係佢條舞吧，咁係。就係舞。舞嘅條兩種轉型沒有。得到嘅呢原創贏我台獎，嘿，後來有人可以調那種用法啪啪。嘿，然后一条。哦，你真的哦。你就出了，别人就是闪边站啊，大概就这样。我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这几年来，我认识真的好多这种优秀的客家新秀，真的，对啊，真的哦。让我真的感受到这个。那你 CD player 修了吗？还没。送一百倍人讲。讲到优秀的歌手，然后转去修 CD 这样的，你还忙修。这张拜托修一下。我还真的修好了，我放进去了，但是我线还没接。那没有，那 OK 啦，线接上去就都是。绝对推荐好不好？两张专辑真美。哇，这位都有青豆后堂的最佳女歌手奖真的。还有青豆给其他人生故事啦，是采访，真美嘛。刚唐给冲过，真的是觉得你好像感觉上声音就是很轻松。然后也没有说很那种技巧派，对，然后就很自然很舒服。但是他灵魂的凿痕很深刻，声音的颗粒很粗，很爱轻细风的各种嗓。你是有喝酒喝到是吗？我其实有倒嗓过是？我4岁声音就这样，7岁就要有了。3年的时间加天发，他们都以为我是哥哥。现在真的好流行这种阿黛尔的那种声音哈。给他嗓音冇像阿黛尔。我知道，阿黛尔嗓音他亮啦，给他嗓音嘿，我知道青男的唐豆安用的嗓音，给他上线一代。有点像有一个制作人叫王志平。王若琳。有没有像王若琳的感觉？有人讲过吗？有哈，上线有些穷啊。不过我知道对我来讲，对我其他来讲，因为我粉丝很盲目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他的那种深刻的感觉更浓厚。对，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真的要记得接线。好了，杀好了，再来一首。唱一条歌诶，我给小马来歌诶。神的出发，好，来弹过来，自弹自唱哎呦，好厉害，那音乐人就是不一样。来。3日出發的列車廣播啊，係我嘅朋友嘅爸爸，佢曾經喺台鐵退休的，然後請他幫我念那個列車廣播。真的。你知道我們客家人其實早期很多都是在台鐵上班。我是後來有聽說，對啊，講買唔到嘅票，我講客家話全部買得到咧。在教室右边数来的第3棵树下，每年叶子都会从那掉下来，砸中年轻的幻想。小脑之中泪水闪闪发光，牵着手走在操场的夕阳。3日出發，條前路彎彎也唔驚，好天快你也唔過一處爆炸，愛
最终一看你手重返江山的出发，第二条路上的安不呀，爱就从那条路送你外塘。我把愿望埋在教室右边书来的第3棵树下。每年叶子都会从那掉下来，砸中年轻的幻想，小脑之中泪水闪闪发光。放开手，为你翻开下一章。3日出发，条前路弯弯巴巴也唔行，好天拜年也唔过伊就无差，莫非伊吐露从这人海茫茫3日出发，第二条路上的安不呀，你喊我过来，爱嘅中条。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对朝本日出发，沿途停靠近本日，最尾位到天公爷，爱留伫过去嘅年，抢菜本站搬菜。3日出发，条前路弯弯巴巴也唔行，好天拜年也唔过伊就无差，爱最终一看你手重返江山的出发，第二条路上的安不呀，爱就从那条路送你外塘。就从那条路送你外塘。哇，今天好漂亮，而且你看他哦，一开始看觉得还好，什么意思？就是越看越沉眼。哪里还好呢？可以讲啊。越看越沉眼，真的。越看越有沉眼，真的。有眼公公。哎，这个就舞台缘。你的意思是第2眼美女的意思吗？就刚开始看就还好这样子，对啊，越看越。毕竟你阅人无数了。没，这个是很适合走演艺圈。真的。对啊，人家越看越喜欢你，越看越喜欢你，然后又听你唱这么好听的歌。系啊。重点迄个还迄七个创作哦。哎呦。金丹枪迄上得奖，陈演。又要唱歌，还会创作。从条啊2条线内出发。哎，这人家公用没？人家说很厉害。我是第1啊。我公用吧，我公用。哎，这首歌是什么状况下写出来的？就想来写一条毕业歌。毕业歌你有毕业吗？你不是没毕业？是不是？时代很懂哎，有念书啊，有念书，有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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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这样下来是安好的歌。毕业要歌诶，毕业嘅歌诶。2条歌应该係人生的畢業歌吧？係馬祖地人講，還有那個嘅意思嗎？就是那種形象就松本嘅人嗎？松本條白嘅詞架，還有未來嘅詞架，未來嘅詞架。就是像行香就木那種歌曲就對了，就是好像快。也可以這樣理解，其實對，就是新年嘅做地糖啊，特殊嘅做地糖啊，老年家嘛做地糖，準備出發嘅種感覺，就到另外一個境界去，時間的進行這樣，就不同宇宙的那個，對，科幻片，其實是科幻片，他媽的多重宇宙的那種感覺。這首歌的創作背景，你還是被經紀人 Q 來寫這首歌哦。
没有，应该算是做精微前期，我很喜欢找很多没客家人、英文工去问说他们对客语歌的想象啊，或是什么感觉，或是让他们丢很跳的 idea 给我。哎呦啊，他就说那你写这首毕业歌啊，没听过有人写汉语给皮亚狗，所以我就想说好啊，然后我就马上写完了这样。那有一些学校有用这首歌吗？希望欢迎各大学校，各大学校，请接洽亲爱的音乐，黑毛，可以直接接洽版权的部分。真的好厉害。第二都还有青岛的各位，正经非常嘅推荐台起来了，云送了种真美专辑啦。第二都还有给 F， 应该亲喜欢给 F 给条歌诶。对，主要原因是给歌诶。哦，你那个是当初写是因为那个。有一个时空背景，对啦，对，所以你算也是愤青一个哈。还有啥？他这个时节可能黑暗有。你嘛黑啊？哎呀，你客家什么这样用啊？上到有名，唔过应该讲，很有正义感，有人你起个精神，有正义感，对。还想到一件事情，那个3月出发的列车广播啊，迄我嘅朋友嘅爸爸，佢正经伫迄退休的，然后请他帮我念那个列车广播，真的，然后把它录起来，对，算是一种那种环境音哎，对，黑毛这种感觉，准备要出发的这种感觉。你知道我们客家人其实早期很多都是在台铁上班，我是后来有听说，对啊，讲买唔到嘅票，爱讲客家话去买到嘞，比例等多，韩共有60到70嘞。60到70比例的，70、80哦，那时候对，好奇怪。台铁迄唔迄头白辛苦，可能他辛苦，他辛苦诶，没办法陪家人啊，他可能又算是公家单位，对。古时候你客家人正经哦，很能吃苦对，比较勤劳。不管用的恭喜有名。亚中专辑啊，做出一张专辑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是啊。像我付了3、4年，我就是写不出来。这时间还没到了。还蛮到了。缘分到了就。时间到了，可能又会高嘞，就会按用。讲到这种音乐，人家等看音乐人就会穷啊，好会丢穷啊嘛。丢穷啊，可是我们没有聊音乐，我们讲八卦。那你跟那个雨涵不是也很好吗？雨涵也还好，他人还在对啊，你跟他也是都讲八卦，还是都只要聊音乐？都是他在讲话。然后你和他讲这样子，哎冇，你用什么有看他去那片撩吗？去台东。推动嘅片哦，參加演出冇記到義韓，因為義韓之前咪要同嘅蘇明合作，古時候就有機會都推動嘛，係冇吼，推動嘅都蘭嘅片，參加嘅嘅發通，我記得去看阿爺，他也是跟台東淵源很深啊，因為之前咪有在推動嘅片代購嘛，代一層嘅，就是離家出走跑去那裡，對，英國係種蠻那一神發啦，他就到處去生活這樣子，對，這樣很快樂，很自在啊，自由自在啊。安同記憶都推動那一片啊，應該不是是都蘭那邊嗎？江河前面有大支江河我記得江河部落，是在台東地區，往資本方向，對，那跟原住民這樣生活在一起，一定很好玩哈。去參加佢哋會發通啦，對啊，他們每年可能都各部落會有各部落或者各種族群會有他們自己的祭典啊。這是什麼祭典？小米祭。小米祭哦。哇，那你最愛又愛喝酒。我沒有，我是看到你們想喝。我們想喝。小米祭有嗎？有做糍粑，有做糍粑，周糍粑，裡面有小米糍粑，還冇吃到，還有編花環，對，有編花環。我們旁邊的提詞機很大聲。有一些照片可以作證嗎？有啊，這你們人家去嗰邊呢哦，係跟人家腳，人家腳哦，七月發，記得英國正經就會係用腳按，係啊，偏等抽毛，七月發抽毛，九重葛，九重葛是不是七月發？七月灰。青葉法，我有問呢，想知道九重葛的客語，我有去問。九重葛的客語叫什麼？他們就說，對啊，應該是七葉灰，然後再翻過去。七葉法，七葉法，
哦，有好多了哈，哎呀，我等下清嘅法，等下来问一下安妮嘅制作人。前辈看迄前辈，好，安妮看伊嘅欣赏。搞嘛，真会讲嘅，真会讲嘅哦，真默契啊，哈。啊，你係大旗白啊？係錯。哦，有你嗎？冇，你係上嘅人。左边第一个跟中间那个是我们编花环的老师。哦，大旗白有唱日本嘅。有啊，有，係幾種感覺？按摩嘅跟細佬嘅嘅姿勢還不一樣。哎呦，摩嘢係用蠻大，崩鐵咧。啊，摩嘢係細佬也比較難，對，細佬嘅的姿勢比較就是粗獷一點，比較要蹲，對對，哎，女生可能就，這是高爾夫嗎？還是什麼？沒有，也不是哦。哎，唔過你公司採訪哦。而且他講認同演出名啊，其實我們的生活的環境是很接近。哦，沒錯。古時候有青島嘅像花蓮啊、台東啊、屏東嘅片有青島嘅族群嘅融合。哦。唐共談讀到會講客家話嘅原住民。豐年東島啊。東島啊。豐年所有嘅原住民朋友。全部會講客話，全部講客話。漢語可能比人哋還要好。就像泰安一樣，係啊，你有可能啊，真的，有可能啊，你們有讀到？有，跟小米記，我走在路上，一個木木就是卑南族的阿婆，其實韓國係就講。其實佢係食材啦，那個肉年家現在都開一個小摩托，對不對？他繼續講什麼人講哦，然後我就嚇死。他調戲你是不是？你有沒有敵你他講你？好像前面有聊天啦，然後他就突聊天啦，然後他就突然嘮一句客家話，然後我就真的很感嘆，覺得那個客家人跟原住民都是被生存逼出來的語言天才。哦，還真的是。你什麼按講一句話，某一天推表記不會講客話，因為那首歌很紅啊。哦，對，沒錯。阿健唔會講日文。日文發。會講哦，真的很厲害哦。真會馬黑人用。真會馬。真會咩黑人用？真會咩黑人用？對呀，那個羅斯特人，那個錄音啊，全部都厲害。日本嘅教育啊。爸爸沒會啊。日本話係客家話全部會講。佢會講我去菜市啊買lingo。哦，我是多語族融合。因為港語總部該為青島講河洛話嘅。所以你的港語我們都混在一起。阿婆帶港語好奇特哦，好奇特哦，哎，哇，真的今天很開心啦，做了有獎來，你不要有機會再過來啦，好嘛？再來創一下。哎用啊，因為事情都錢。哇，三槍四槍，我很強呀。羅哥都吃很好。反正你講㗎。你要喝什麼酒？你先開酒單。對，反正我現在已經被冠上那個冠老闆的名稱了，對，無所謂。好，來，他真的很慣着我們同大家講。我有追蹤。好了，大家多多支持有迷哦。係啊，客家優秀的歌手啦。真年輕優秀，還有奕涵啊。中庸嘛，黑嘛哈，沒有創作力無窮盡的雨涵。哎呀，好不好？好，下一次約啊，約好，我請你吃飯。真的哦，好，羅哥會當真哦，你不能隨便答應哦。好，我很難講，我搞不好也是隨便講。好啦，是夢有迷。看到你就想假你比啊？對啊，就想去發條轉咧。係咪？係嘛？anh em nghĩ rằng bài thủ cái hiệu quả như song lai。用反講。我覺唔會唱人大票名是冇看的啦。哦。三哥音樂飛。哎呦，真係今日一節目啊，有搶到個田春日，哎呦，平板組嘅得獎嘅選手。有來到人哋節目地位度去衝過盤睇下堂咧。係啊，看以來全部都復仇豬頭皮嘛。馬上再介紹幾多啦，哎呀，神秘朋友啦，嗬。歡迎。就不賣關子啦，哎呀，神秘朋友啊，俺的節目嘅常客。常勝軍。哇，也是優秀的歌手啊，對，真係非常嘅厲害哈。啊，現在有搶第3名嘅。第3名嘅趙玉基帶來平板。好嚟彈我啦。
必进哦，要为做事吼。哎，无救无见啊哈，无见，疫情是冇来呀。哦，疫情有就冇来过。哎，你敢是见过面？有吗？有哈，应该有啦。我不能像人冰哎呦，看嘛。冰嘛，冰神菜嘛，冰唔过来。那冰嘛，养不养？哎，冲得厉害。但是冲锅的部分，哎，要做的冰哦，佢冲都好，按冲都没按好。嘿，唔是冰啦，太这个齐头并进嘛，齐头并进，冲锅遐用个感觉嘛，但是用我按会冲用当踢3秒点点咯啊！个主持人人啊，咩不干啊？个主办单位人啊，稿子写唔错，杂诗，我一杂诗写唔错啊，即家有无去看清楚。我系这种，你看个资料个稿子唔免去下填咩？系啊，唔过伊人系大概诗的。哦，本平时欣赏的歌词同冲的歌词无共用的嘛。我这个又无注意啊。用平时欣赏要老多讲去冲哎呐。也伫按节目当中之前没发生过安尼事情。哦，真的哦。哎，还没有这个填词的部分啊。但是有个安尼潜水朋友就冲的时间，哇，他冲唔错，所以就有时候扣分，扣分以后变后来又咋？哦，张加分转来，系嘛？后来第到迄嘛演员以后，哦，不过你啊比赛就冇办法了，不然成绩就出来了。系啊，不像我们这如果歌词唔错，我们可以怪制作单位吃血出。哎，第3名咩伊利会了呀，两班组诶，系嘛？这比赛唔单枪嘿，咩有农业大擂台比到哪？比到哪样？T10嘅时间，冠军嘛，超冠军哦，T10加17。第10届世界冠军，有冠军，年度总冠军，唔系冠军哦，季冠军啦，按年度有在继续比下伊嘛？有啊，按年度的世界比到呢度？呢度，迄位是冇比咧。啊？迄位就冇比咧。浪就走退啦。唔系啦，是冇名的啦。哦。哎，真的吗？也应紧张，也应唔怎样的按有上次过，就感冒。上一波样用到。个比赛就会安尼，冇办法哈。身体样用一台。哎，状态啊，哎安尼也多请今日来到安尼节目啦哈。哎，安志生有了舞台本来比赛啦哈。还自家作词，自家来演唱。系啊。你看最烦喜就是讲咱个大擂台哦，希望大家应讲。太家来讲黑花，我应讲过年，哎呦，太家都才会收视率才会看啊，真的哦。慢言搞太难嚟讲啊。嘿，有种嘢，同亲朋友啦，系啦，全部知道黑花较好啦，谈到黑你会亲切，错啦。我都咩当希望，其实有一只黑啊电视台已經吼，本來呢黑語有一啲台灣。天空已經動多誒，動好，越來越多人誒，對，越來越多哦，所以哎呀，大家繼續努力啦，係啦，安志生啦，吼，有啲幫佢舞台，冇，人家都繼續去田傳藝比賽，啊，要得到名啊，都會有獎的，嘿，要做嚟比賽，好唔好？安志生，好，安志生，好，多謝，多謝自己哈，好嚟，撒下來，係天意名嘅流水狗帶來平白，好嚟，睇下啦。来了，风来。
哇，厉害厉害！两位主持人好，你会掐眉嘛？掐眉，来做掐眉时节做。有枪吗？有枪，还用大潘有枪哦。假模的时节做来啦，家有喜事假模的时节，嫁女儿的时候，真的哦。假模的时节做嘅。正经咧掐眉做掐眉时节做。对，你看看有准嘛？对啊，留灯啦，仲有用到嘅时节啦。必须的时节没做得做，没做得做啊！对啦，表演的时节系嘛，听一秒啊，好庆祝一下，对啊，真的。那一輩吼，早結婚的時節要喊做去走。應該無聊機飛了哦，落嚟事情冇人愛你，冇人愛啊！哦，當到嘅老鵝啊，當愛用啊，當。你來一些吧，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啊！真的呢，這種越有味道，我跟你講，而且這個年紀的女人，我跟你講，你被扒到哦。我都放不掉，我跟你講。你有經驗是？有經驗嗎？你是唐哥拍啥的故事嗎？小強老師的故事。對的，30如狼，40如虎嘛，50如鱉嘛。哦，對啊，60如那個。那你現在是鱉？比特犬有沒有？比特犬。咬到都不會放我。這麼兇猛就抽了哦。兩邊充電迄水餃子。超級做，佢蠻耐得種誒，得個按多擺咧，還會比，係冇？夢比啊，韓啊，係冇？係啊，而且創安嘅比創過又係有錢，又係台北麥嘅意。興趣啦，對啦，最主要是興趣啦。啊，這個要創到好，肯定嘅啊。啊，本人肯定。那樣啊，係冇？啊，有錢冇？有錢冇？有啊。幾多錢？那個天一名有幾多錢？天一名1萬啦。天一名係唔抵啦，唔係姐姐拿過，有咩拿幾多吧？你仲記唔記得拿幾多？以前是2萬啦。哦，對，頭擺2萬啦。這樣就要比一球誒，天成日。就天日係初賽，天日決賽。哦，2日迄個是今日電的話就有錢有糧，哦，安尼比較較好穿。啊，咁要好好做，吃到暈啦，係啊，像那種比100、200就做得拿到錢的一角啊，係嘛？唔過當然大擂台嘅冇強用啊，同天成日強用，我們是並列的嘛。對，並列，係啊。做得拿等的話就做得嘅神槍行蠢時啊，冇強用啊。係啊，係嘛？哦，所以你的行蠢時嘅成分冇。有啊，100年是拿到行蠢時嘅證照啦。對啊，有了。高有類嘅係嘛？係，對，高有類嘅。係啊，哇，安尼繼續啦，做興趣啊，發揚客家文化。傳承你嘅客家生態調係嘛？好，安子姐哈，有有請來國家，安子姐是蒙恰妹啊，啊，繼續在比，在有請來參加哈，安子姐，好，恰妹哈。PPK 方面做得準嚟啊，睇住眼冇錯。對。好，好嚟殺下來。殺落去天命嘅賴清也很帶來偏吧。好嚟哇。
常胜军呐。青眼太高都冇本人翻身，你看。哦，济南变韩将啊！哎呦，有好到嘞哦，佢條啊看到嗌，天機發講誒，人要變下笑哦。嗱講要托本用啊，冇托本用啊。什麼做唔得用講？哦，咁冇用講。我講邊抽邊講啊，又咩買豬肉，講買人要下笑哦。係冇？啊，客家人主要呢，懂出價吧？唔是按出價好冇？什麼冇中醫堂兩種？哦，安尼啊。按你講做的。你變韓將哦，也是菜花。邊抽邊講。誒，要演又要演員，歌又會唱。係啊，啥都要講。啥都要講。同青眼太過強用啊，冇唱係冇。哎呦，萬奈拿等。奈做第一名，個第二輪有同比啊。看到你就想。誰人假你比啊？對啊，就想去發條轉呢。係咪？係冇。哎呀，你人為圖個後輩人上來。哦。用板講。我講唔會唱人大頭名是唔好看的啦。就變成講喺水準的位置。嘿，那係。沒黑啦，沒黑啦。對對。比賽有可看性嘛。對對對，所以你看安呀，安個鬧熱打擂台嘅水準。你吃豆粥的嘛？我唔敢講哦，我幾兩啥？調啊張，你講你看，有幾站？幾比一站係嘛？是比冇講。因為來比所以全部好朋友啊，係嘛？自家企到了舞台當中唔咩啲。我冇講樣咪。我冇講白山樣扮演咯。哦，但是也講真的啦，一個人的歌唱比賽節目，拍呢已經20年了，人家節目已經21年了。21年時間，講真，會唱的、好唱的，一大部分已經就參來過人的節目來比賽過，就像唔來咩來參加比賽過嘛。但是也都要宣傳，本後生的。哦，啊要接觸到，佢是接觸到客家誒歌唱嘅部分嘅人嚟參加比賽，一千好是啥呢？安樣演是錯嘅，所以就麻煩一就多介紹啊。係啊，真係啊，最麻煩也要教好嘛，教好嘅時間，因為做啲青年學生嘅人，你教徒來比賽係冇？係啊，佢講外來度。哦，真係外來嚟。外來嗬，係啊，佢做前耳技係唔幾耐啊？係冇？係冇。我要將誘因啊！我乜嘅誘因？錢啊！錢啊！你必須要獎金啊！係冇？就天成一兩日只有1-2萬，我都要付幾百年嘅。像我頭擺嘅天成日，嗰種係哦。超級組，超級組誒，從200天，300嚟樣。200 100初賽，100決賽，3萬塊。哎呦，按好唱。你一下可能冇咁多，你一下我唱平板，哦，初賽決賽讓12000萬年。哎呦，同聽一秒差6000塊哦。安永川啊，你 CP 值高。要不然這樣好不好？我們大家用募捐的方式，對吧？哈，要不然我們上募資平台。哎呀，募資平台，我還有可能企業界的朋友，大家捐助。哎，做對了。捐到我們這個鬧熱打擂台，不可以捐到客家電視台啊。哦，沒錯的，成立一個專戶。專戶就是哎，來參加一下比賽，得到年度總冠軍。呀，你要申請。哎，還沒做得給你。我搶錢呢，你要申請缺募資，很低哦。哦，真的。真的那就請客家電視台去。客家電視台去給想一下辦法。對嘛哈？比如說，哎，一年度總冠軍比賽冠軍有20萬。哇！他可能有個。哇，飆人了。給我飆哦。黑嘛？哦，對嘛？好，這是一個很大。我有，大家點頭如搗蒜。我有。主持人我捐幾多？啊？主持人捐幾多錢？做對啦。他是我大哥，大哥你捐多少？我就比如說你捐個1000塊嘛，我就捐1萬嘛，其他就募資嘛，對不對？那總獎金可能50萬。你一番聽聽哦。啊？哎呦，我不是吳宗憲的，開口就是錢。我是客家人，你可以開空頭支票啊。哎，你先等下卡電視台嘛，我們全部字號出來，係冇？冇啦，正經理會啦。他自己一比賽唔係俾到獎金嘛？獎金是一個錦上添花的部分嘛，係冇？天氣啦，傳承啊，好衝力。但是假使講有一種誘因有行得好啊，講真的，我本好上癮。那用言是錯嘅啦。對，冇安尼，一這事情都麻煩啦。你去募捐。一年募捐50萬，第一名嘅就30萬，第二名嘅第一名25萬，
10万，2升5万，天意名的。没，我提起这个目前的对象是黄良山。好啊，最少30万。哦，罗哥就29万，好吗？一般远啊，做的。又信口开河了。好啦，恭喜以前演太高了。超级组的，真的，今日有抢到来的节目会啊。系啊。好，再继续比赛。比赛，我就做有請你參加，絕對愛去哦！你成個音樂會接都有請。兩日天天啊！唔要學生啊！你可以學生啊！咩做得很奇係啊，很奇蠻愛去。本期機飛啊！很奇蠻愛去，係蠻愛去啊！講幾種教的咧。哎，做唔對啊！要讓青出於藍，對不對？哦。好了，多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哈！恭喜！真係非常好，好，謝謝，嘿。哇，今日呢節目啊已經結束啦。以下講到3位平板組的吼，前3名的歌手，真係厲害。但係呢節目當然要繼續有請安尼好嘅歌手哈，唱歌厲害嘅歌手嚟，安尼節目唱歌本他個堂。唔錯。啊，但是咩好唱歌嘅朋友啊，哈，想要比賽，想要發揚客家文化，夾來報名哈。夾打電話來0966676666等台一個打電話。好，多謝大家嘅收看哈，多謝安尼3位。是夢玉姐，水橋姐，青眼太哥，平板組的吼，有3名，恭喜！是孟小康老師，還有我崔先生，子生，演唱的董芬也辛苦了，安子璽。好啊，下禮拜唔記得咯，哦，一天都準時時間呢，農業大擂台，農業共下來，再見，拜拜。